有冇發現自己硬係忍唔住要留喺舒適圈？每日返工放工玩手機，日復一日嘅事情，雖然重複，又好似有種安全感。雖然內心深處某個角落都會隱隱覺得，唔係好 OK。如果我哋對自己誠實一啲，就會發現，其實我哋喺度逃避緊嗰啲好似冇辦法解決嘅問題，經濟壓力啦、外圍環境啦、關係嘅矛盾啦、人生冇乜方向啦，諸如此類。不如用2分鐘試下了解下，點解我哋嘅大腦咁鍾意留喺舒適圈，而真正幸福嘅自己其實喺舒適圈之外。首先，我哋要了解大腦嘅運作模式，佢基本上係一個效率嘅機器，首要嘅任務呢，就係令我哋生存到。佢最重視嘅係安全、安全同埋安全。慣性、惰性就係咁樣形成噶啦。佢最中意重複噶啦。譬如朝頭早硬係要瞓到最後1分鐘先至好去出門，搭車嘅時候睇手機瞌眼瞓，返工嘅時候忙，終於捱到週末啦！你喺屋企邊度都冇去，漸漸我哋嘅日常就係大腦嘅自動導航系統。根據研究，我哋生命嘅成果超過90%都係潛意識造成嘅。潛意識係乜嘢？咪就係習慣咯，係唔使經大腦噶。而大腦科學嘅解釋呢，就係我哋嘅習慣喺大腦入邊形成咗呢神經高速公路 （neural superhighway），即係話我哋所有嘅諗法啦、感受啦、行為啦，都有佢既定嘅神經回路，令到大腦呢用嘅能量係最低，而自己呢亦都感覺最安全。問題就嚟啦，舒適圈係咪真係咁安全呢？喺舒適圈入邊嘅你，係咪真係好快樂、好健康呢？答案可能係否定嘅。舒適圈長遠嚟講，可能將我哋嘅生命推向更危險、更狹窄嘅方向。我哋變得好頑固，缺乏應變力、想象力、行動力。我哋不斷逃避我哋需要面對嘅挑戰。譬如，我想要自由自在嘅生活，同時經濟壓力又好大。我想要好幸福嘅關係，同時我覺得同我嘅伴侶、屋企人越嚟越疏遠。當我哋習慣咗躲避，當我哋習慣咗留喺舒適圈，我哋嘅代價就係越嚟越覺得自己無能為力。我哋越嚟越容易懷疑自己，對人生、關係、前途失去信心。呢個背後呢，都有個生理機制嘅。原來呢，我哋面對困難嘅時候呢，大腦嘅杏仁核呢係會啟動呢個身體自然嘅反應啦，就係一係就同佢打過，一係呢走為上着 fight or flight。而當我哋遇到困難呢，大腦係自然地會釋放一啲壓力荷爾蒙、腎上腺素啊、皮質醇啊咁樣樣。於是呢，我哋係會感覺到焦慮啦、驚啦，甚至我哋會好想放棄。而結果呢，我哋會累積更多嘅負面情緒。我哋習慣咗焦慮啦、自卑啦、恐懼啦，甚至乎選擇躺平。舒適圈睇起上嚟好似安全，其實係令到我哋越嚟越危險。當我哋了解咗大腦嘅運作，了解咗佢為咗保護我哋就有得揀。我哋可以倒轉嚟改寫我哋大腦嘅程式，改寫我哋潛意識嘅習慣，重新去激活沉睡咗嘅神經元，亦即係上天早已經俾咗我哋嘅本自具足嘅潛能，譬如勇敢啦、靈活啦、好奇心啦、創造力啦。大腦科學亦都話俾我哋聽呢，我哋係有一個神經可塑性嘅 neuroplasticity， 即係話每一次我哋願意改變，每一次我哋挑戰舊有嘅模式，都係一次勝利。量子物理學入邊呢，係有提過一個叫做 uncertainty principle 不確定性原理，
就係話呢，原來量子物理話俾我哋聽，呢個世界係充滿咗未知，好多嘢我哋解釋唔到，好多嘢都不能掌控。而正正因為係咁，我哋擁有無限嘅可能性。未來係屬於勇敢嘅你，而你嘅未來亦都會因為此刻嘅你呢，願意選擇相信自己，願意勇敢改變，而真正嘅精彩。如果你聽到呢度，好多謝你，亦都恭喜你，證明你嘅內心已經為改變種下咗一粒種子。而家不如就實際啲，俾自己開始去改變。其實可以好簡單嘅，每日一個小動作，一個小嘅改變就夠噶啦，讓大腦呢逐漸去適應。譬如刷牙嘅時候，你換另一隻手；返工嘅時候，早2個站落車；行路當做運動，或者每個禮拜至少去一次公園，或者郊外呼吸新鮮嘅空氣，又或者今晚就決定10點後唔會再掂部手機。每次你完成一個小嘅健康嘅改變，記得要嘉許自己，因為呢，你正在成為自己最好嘅照顧者。你知道嗎？如果你今日比琴日進步咗1%，一年之後你就進步咗37倍。我哋改變唔係為咗別人，而係為咗成為更好嘅自己。如果今日你可以為自己踏出一小步，作出改變，呢一小步係乜嘢呢？會唔會係早啲放低你嘅手機，或者朝頭早啲起身做10分鐘伸展運動？只要你願意，你有個 intention， 你有個意向，你俾自己去改變，你嘅未來就會徹底不一樣。而我哋真心去改變，勇敢去改變嘅時候，原來我哋嘅身體都會配合㗎。我哋嘅大腦呢就會釋放更多嘅快樂荷爾蒙。我哋越去運動，我哋嘅身體會越健康，亦都越能夠繼續去運動。我哋嘅世界越嚟越打開，我哋嘅舒適圈越嚟越擴充。聽到呢度，我相信你係會有行動嘅。祝福你走出你嘅舒適圈，創造更加精彩嘅自己。